多位議員分別就專業發展機制、陽光政府同立法會議事規則等問題喺議程前發言。陳偉蘭報導。議員吳國昌促請當局重視專業發展機制，要求當局喺今年內建立專業認證機制，以保障本地各界別嘅專業發展。議員高天賜指出，部分民署人員同工唔同酬嘅情況未有改善，佢促請當局盡快指示民署通過已經完成修訂嘅人員通則，以糾正部分民署人員同工唔同酬嘅情況。議員麥萃權同蕭志偉分別就陽光政府提出批評同建議。麥萃權以鄭家大屋對外開放為例，批評部分政府部門忽略科學性嘅決策，亦都漠視行政決策嘅可操作性。蕭志偉就期望當局能夠完善諮詢機制，以實現科學決策，建設陽光政府。議員歐錦新建議應該修訂立法會嘅議事規則，等立法會遇到政府要求以緊急程序處理法案嗰陣，立法會顧問可以為議會同議員提供專業嘅分析意見，以避免再次出現草草通過法律嘅情況。議員吳在權質詢行政當局指派澳廣視回覆議員質詢嘅法律依據，佢再次促請行政當局正視澳廣視內部管理，早日制定完善公共廣播政策，以匡正澳廣視作為公營廣播機構嘅角色。議員陳偉智認為改善的士行業嘅服務態度同素質問題，除咗要靠從業員自律之外，政府有關部門亦都需要切實執法，同業界共同營造健康正常嘅工作環境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慧蘭報道。